喂，各位雞蛋仔嘅老友記，我係阿蛋啊。今日呢一集，我諗我要用一個比較認真嘅心情，同大家深入講一件近期全城轟動，甚至可以話係香港金融科技界一場大地震嘅事件，就係 JPEX 呢個加密貨幣交易平台涉嫌詐騙，以及喺11月5號警方展開嘅雷霆拘捕行動。呢單案呢，唔係普通嘅投資失利，唔係乜嘢幣市有風險，投資需謹慎咁簡單。呢單案由9月開始爆煲到而家拉人，牽涉嘅係超過2500個家庭，總共超過13億港紙嘅血汗錢，13億啊各位！呢個數字背後係幾多個夜晚瞓唔着覺嘅苦主，係幾多個對未來嘅憧憬同計劃，一夜之間化為烏有。所以今日阿蛋唔會好輕鬆咁同大家講笑，我哋會用大約20分鐘時間，好似查案咁，由頭到尾，由點解會出事，到點樣引你落答，究竟發生咗啲咩，警方拉咗啲咩人，以及最重要嘅，我哋可以從中學到啲咩教訓，去避免自己成為下一個苦主。準備好未？我哋立即開始。首先，我哋要時光倒流返去 JPEX 最風光嘅時候，唔知大家有冇喺地鐵站、巴士車身或者網上見到 JPEX 嘅廣告呢？個個都係西裝骨骨，個背景又光猛又高科技，口號就係話俾你聽，理財可以好簡單、高回報、低風險。佢哋用咗3個好厲害嘅招數去建立自己嘅形象。第一招，明星 KOL 瘋狂轟炸，佢哋請咗唔少網絡紅人，甚至係一啲有知名度嘅人士去做代言拍片。你諗下，作為一個普通市民，你見到你平時追開嘅 KOL 或者一啲你認識嘅面孔，都話用緊呢個平台，係咪會即刻覺得，咦，好似幾可靠喎？佢哋都用。應該唔會服掛呢一種心理，就係所謂嘅光環效應，令你放低咗戒心。第二招，回報率高到唔合理，佢哋推出咗一啲所謂活期理財產品，年化回報率可以去到超過20厘。我同大家計條數，你放10萬蚊入去，乜都唔使做，1年後理論上可以拎返12萬。呢個回報比起銀行定期存款嘅嗰幾個百分點，簡直係天文數字。呢個就係引你落答嘅最大有利啊！第三招，包裝成國際大平台，佢哋個網站係多語言，界面又專業，又話自己係全球領先嘅交易平台，但係呢啲全部都可以係假象。一間公司個 website 整得幾靚，請幾多明星，都唔代表佢係合法合規嘅，就係靠住呢3招 JPEX 好快就吸引咗大量香港嘅投資者，尤其係一啲對加密貨幣認識不深，但係又想追逐高回報嘅普通市民。大家將自己嘅積蓄1萬、幾萬甚至幾百萬咁存入呢個平台，滿心歡喜咁等住收息，點知噩夢就喺2023年9月正式開始。大概喺2023年9月中開始，有唔少用戶發現想從 JPEX 平台提取自己嘅資產嘅時候，出現咗極大困難。最初平台用嘅藉口大家都好熟悉啦，就係系統維護、網絡繁忙、技術升級，總之就係叫你等，但係等極都唔係辦法啊，錢喎。跟住更離譜嘅事情就發生啦 ，JPEX 居然單方面大幅提高提款手續費，有苦主反映想提取大約6000美元港紙等值嘅加密貨幣，竟然要被收取接近1000美元蚊手續費，呢個唔係手續費，呢個簡直係贖金。另外，佢哋又推出咗一啲極之荒謬嘅解決方案，例如叫你將你啲資產鎖倉。即係凍結佢一段好長嘅時間，或者兌換成一啲不知名、冇流通性嘅所謂股息，呢啲都係拖字訣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唔俾你攞返自己嘅錢。到咗呢個時候，所有用戶先如夢初醒，發現自己可能中伏咗，
恐慌情緒開始蔓延，大量苦主湧到 JPEX 嘅辦公室門口追討，但係已經為時已晚。事件亦都因為咁引起咗警方同證監會嘅高度關注。經過商業罪案調查科差唔多2個月嘅深入調查，搜集大量證據，終於展開咗代號為鐵關嘅拘捕行動。我哋嚟詳細睇下呢場行動嘅細節。今次行動，警方一口氣拉咗8個人，年齡由22到52歲。唔好以為拉嘅係啲後生散仔，今次拉嘅可以話係成個騙局裏邊幾個好關鍵嘅角色。我哋重點講下幾個最受關注嘅人物。林作，前大律師，保險界 KOL。林作可以話係 JPEX 嘅生招牌，佢非常高調咁喺中環開設咗所謂嘅兌換店，擺放大沓金牛1000蚊紙幣做宣傳，極具話題性。佢利用自己嘅知名度同專業背景，前大律師為 JPEX 背書，令好多市民信以為真。警方懷疑是在推廣同埋營運騙局中扮演重要角色。陳怡，幣圈名人，佢係另一個 JPEX 嘅積極推廣者，經常以加密貨幣專家嘅身份出席活動同喺網上宣傳。佢對加密貨幣嘅專業分析，令好多初哥投資者深信不疑。警方相信係利用算在幣圈嘅影響力招攬投資者。除咗佢哋2個，其餘被捕人士包括咗 JPEX 嘅公司職員、技術人員以及相關嘅推廣人員。呢個拉網行動顯示，警方唔係淨係拉前線推銷，係直指成個營運同決策核心。串謀詐騙有幾嚴重？今次所有被捕人士都係涉嫌串謀詐騙，呢個罪名有幾嚴重呢？串謀意思係唔需要你親手去每一個苦主，只要你同其他犯罪者達成協議，一齊參與呢個騙局，無論你係負責推廣、技術支援還是財務管理，你都已經觸犯咗呢條罪。一旦罪名成立，最高刑罰係監禁14年。所以大家要明白，今次警方嘅行動絕對唔係做下樣，而係有決心要將成個犯罪集團連根拔起。警方喺行動中搜查咗多個地方，包括被捕人士嘅住所同辦公室，檢走咗大量文件、電腦同手機作為證物。另一方面，警方亦都努力追查緊嗰13億嘅流向。根據報道，警方到目前為止已經成功凍結咗大約幾千萬嘅相關資產。雖然同13億嘅總數仲有好大距離，但至少係一個開始。希望最終可以幫苦主追翻多啲損失。講到呢度呢，我哋不如再深入一層啦，拆解 JPEX 嘅核心騙局手法啦。佢哋其實係用咗一個經典嘅龐氏騙局、層壓式騙局嘅變種。第一步用高息作理，佢哋用根本唔符合經濟現實嘅高回報，例如20厘，吸引第一批早期投資者入場。第二步用新錢揾舊數，最初佢哋真係會派息俾你，等你覺得哇，真係有錢收喎，然之後你就會放心投放更多資金，甚至介紹親戚朋友一齊加入。你收到嘅利息呢，其實唔係投資賺翻嚟，而係後面加入嘅新投資者所投入嘅本金。第三步，爆煲走數。當平台需要支付嘅利息越滾越大，或者當再冇足夠嘅新資金流入嘅時候，個騙局就會維持唔住，隨即爆煲。平台咧就會用盡一切方法啦，例如我哋頭先講嘅天價手續費啊、鎖倉啊，去阻止你提款啊，然後高層咧就可以攜帶私逃。咁所以成個遊戲根本就係一個數字遊戲，完全冇任何真實嘅投資或者生產活動去支持咁高嘅回報。佢唯一嘅支撐就係不斷有新嘅水魚游入嚟。咁大家可能會問，點解證監會唔早啲出手？呢度咧就要講翻香港嘅虛擬資產監管制度。其實係當年6月，香港先正式開始為虛擬資產交易平台設立發牌制度。
喺呢個制度之前，市場可以話係灰色地帶，好多平台都話自己喺海外註冊，但係就積極喺香港營運同宣傳。證監會其實喺2023年7月已經將 JPEX 放入咗無牌公司及可疑網站名單，並且多次發出警告。可惜嘅係，好多普通市民根本唔會特登去證監會網站查呢個名單，加上 JPEX 嘅宣傳攻勢實在太凌厲，完全蓋過咗監管機構嘅警告聲音。講到苦主，佢哋嘅故事真係聽者傷心，聞者流淚。有後生仔將自己打工儲落嘅老婆本全部放入去，有中年夫婦將準備俾仔女去外國讀書嘅教育基金投咗入去，更有退休人士將畢生積蓄放入去，諗住收息養老。而家所有夢想同計劃都變成泡影，佢哋組成苦主大聯盟，四出奔走，只係希望攞返一個公道，攞返自己嘅血汗錢。講咗咁多，阿蛋唔係想大家睇完之後只係得個驚字，我係想大家真係可以從呢單世紀騙案入邊上到寶貴嘅一課。以下係我為大家整理嘅阿蛋防騙3式，大家真係要記住。第一式，查牌，查牌好重要，所以要講3次啊！而家香港有清晰嘅發牌制度。你想用任何一間加密貨幣交易平台，第一件事唔係睇佢回報有幾高，係上香港證監會官方網站，喺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名單度查清楚間公司有冇牌。JPEX 從來都唔喺呢個名單上邊，如果冇，即刻掉頭走，冇得傾。第二式，懷疑一切不合理嘅高回報。你要記住，投資世界裏邊風險同回報永遠係成正比。當有人同你講有個產品係高回報低風險，你就要立即響起最大嘅警號。呢一違反咗最基本嘅經濟規律。巴菲特咁厲害，連平均回報都係20%左右。你覺得一個交易平台可以輕易俾到你咩？第三式，獨立思考，物盡信名人每 KOL。KOL 嘅本質咧就係 content creator， 即係內容創作者。佢哋未必係金融專家，佢哋推介一個產品，可能純粹因為收咗豐厚嘅廣告費。所以無論個 KOL 有幾出名，你幾中意佢，當涉及到真金白銀嘅投資時，你一定要自己做功課，獨立思考。佢嘅推介只可以係一個參考資訊，絕對唔可以係你落注嘅唯一理由。好啦，我哋由11月5號嘅拘捕行動講起，回溯咗 JPEX 點樣由一個包裝華麗嘅高息天堂變成而家嘅提款地獄。我哋分析咗佢哋嘅騙局手法，了解咗苦主嘅無奈，亦都明白咗監管制度嘅局限。今次嘅拘捕行動絕對唔係呢單案嘅終結，而係一個階段性嘅成果。後面仲有漫長嘅司法程序同追討資產嘅艱巨任務。我哋雞蛋仔頻道會繼續為大家跟進事件嘅最新發展。最後，阿蛋想喺度呼籲一下，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曾經投資 JPEX， 或者仲對呢類高息投資有幻想，不妨 share 呢條片俾佢睇。你嘅一個少少分享，可能會幫到人避免一個巨大嘅損失。我哋呢個頻道除咗想帶歡樂俾大家，亦都想帶嚟一啲有深度、有營養嘅資訊。如果你覺得阿蛋今日嘅分析幫到你，請你俾個 like， 並且訂閱我個 channel， 開埋旁邊個小鈴鐺。你嘅支持就係我繼續製作優質內容嘅最大動力。有任何睇法，不妨下邊留言同我討論。我係阿蛋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